后来乡亲啊回头来看早起，这个立法院都是因为国民党团败审着选罢法，第1分钟内就甲草案送出着委员会，引发着争议。内政委员会今仔日要确认顶一届开会议事录，不过民进党的立委伫会议前先来抢占着主席台。 抗议顶一届的会议无效，国民党团不满议事房背角是带队来冲场，朝野搁来爆发着冲突。国会戒严，霸凌民主，霸凌民主。就伫会议开始进前，占领内政委员会主席台，即届着民进党团先出招。每16号的会议无效，愈讲火气愈大，过点外钟，国民党团也手帮带队冲场。 为着选罢法，敢有确定顶届开会议事录，朝野阁起冤家。民进党团不满，明明就是国民党团伫咧走廊摆人墙阻挡，提出选罢法的草案，伫咧1分钟内送出委员会。不过会议记录却是干那国民党的立委列席到法定人数，会议初审无效。民进党就骂国会敢讲戒严啊！不符合会议程序的议案，应当退回重议、退回重审。下午的协商，韩国瑜院长。 请真正的议事中立，捍卫国会的民主秩序。瘫痪议事的，就是民进党啊，民进党的委员，不让我们内政委员会来审行政院的预算。会议红背角，不过定数敢有违法，这个难题阁予院长韩国瑜、民进党团呼吁赶紧协商化解争议。不过国民党团敢若心意坚定，除了选罢法、20号议会，阁有宪法诉讼法、甲财委法要拼通关。发起接力64点钟守护议场大门，国民党立委轮番告骂。就决定要把我们的装备升级一下，不然会太多人挂病号。除了布下当兵，阁有各种的道具，现场准备텐트、困地，阁有竹啊等等。 为着要防止寒流，阁传雾小包，阁有毯啊，甚至国民党立委齐卡心，阁肯监视器用 AI 人形来侦测。它的好处是呢，让里面的委员他可以了解外面的情况，所以呢，在夜间时段，如果有人进到比如说这个红毯地区的话，那这个监视器它是会报。做好准备，会期尾朝野的攻防争议法案，议会大战，看要死敌哥也是死敌母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